林依晨最近参加导演明金城的婚礼，意外跟张天林同框，也勾起粉丝当年对《我的秘密花园》的回忆。而她最近主演《小女花不弃》剧情热播当中，其中有段幕后花絮曝光，林依晨因为情绪激动，弄到烛火，差点烧到床上的帘子。小女花不弃幕后花絮，谁都可以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不弃别哭了。林依晨拍大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，最近正火红，想不到现实中也引来火光之灾。最近曝光一场幕后花絮，当林依晨情绪激动，要弄到烛火，却差点酿成火灾。小女花不弃幕后花絮，停！快快快！要往那边是不是接连2次？因为推倒烛火弄错边，险些烧了布景，还好工作人员赶紧救火。另外，她最近也参加导演明金城的婚礼，跟昔日搭档张天林同框。俏皮手势拍合照，林依晨、张天林16年前合作偶像剧《我的秘密花园》，合照曝光，勾起粉丝回忆。偶像剧《我的秘密花园》，我的秘密花园，我没有零钱耶，你有没有？多谢2位善良的大哥。当年2人的组合造就荧幕情侣档形象，林依晨却是完全冻龄，倒是张天林多一份大叔味。而好久没在台湾荧光幕露面的他，其实近几年转到大陆发展，拍摄一系列古装剧，有别于以往奶油小生形象。大陆剧《双世宠妃》，双世宠妃这瓶子虽然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是瓶中的一体，有鬼面血灵的虫卵演起反派形象截然不同。张天林进军大陆，拓展事业版图，不只抛开偶像包袱，更让粉丝看见他不同层次的演技。